其實呢樣嘢我有個諗法嘅，正如好似我較早之前咁樣講啦，我哋香港成個醫療產業嘅大約係2500億左右，私營嗰個部分咧大約係1000多億咁樣樣。喺呢個情況底下，香港而家經濟係唔明朗，唔明朗嘅時候，其實你見到香港私營市場咧其實萎縮咗之後咧，其實有好多相關聯嘅問題都會帶動到一個產業啦，即係我哋香港其實我哋一路覺得醫療係一個產業，但係醫療係一個產業嘅時候，其實係代表啲乜嘢呢？一個產業嘅成功係3樣嘢，第一樣就係資金，第二樣嘢就係科技，第三樣嘢係人才。咁所以我哋香港而家你見到我哋嘅大專院校啦，由於流失率嘅少咗，而變咗喺大專院校喺度培訓咗咁多嘅畢業生嘅時候呢，其實我哋人才呢，而家較之前嗰10年或者20年呢，係相對地充裕嘅。咁所以喺呢一度嘅時候呢，如果我哋能夠吸引到資金同埋有科技呢，就可以令到香港咧真正成為呢一個醫療產業嘅樞紐，政府比較專注喺一個基層醫療方面。咁我哋係咪真係會去諗下高端醫療嘅發展係咪應該要更加提升呢？我都聽到一啲新啲嘅醫生呢，其實佢哋選擇海外培訓嘅地方呢，已經未必係歐洲或者即係英國或者係美國。而家有啲可能亞洲一啲國家佢哋都會去，因為點解？因為亞洲其他啲國家呢，其實都已經提升咗佢哋嘅醫療水平。香港喺高端醫療呢，相對嚟發展呢，係比其他國家呢係緩慢。咁我覺得科技係一個點啦，另外就係資金啦。政府做啲咩舉措去吸引到資金再投入翻香港嘅醫療市場，去令到成個產業真係可以活化到。嗱，以前可能擔心係人才，政府亦都透過唔同嘅措施啦，包括可能例如話一啲海外醫生面試啊，或者係加大咗大專院校嘅培訓啊。咁人才方面相對地我哋充裕嘅時候，係咪應該都要俾啲機會大家去繼續去發展呢件事？因為當你政府嗰個公務開支相對地已經係有機會萎縮嘅時候，而私營市場呢亦都萎縮嘅時候，我哋有可能會有失業嘅情況。咁所以唯一解決一個出路就係要將香港成個醫療嘅產業變成一個產業，而唔會再係政府嘅負擔。